议员王家珍以中央甲世界各国的统计资料，新冠疫情的染疫比例大约15%来计算，以警察局4300多名的员警，初步染疫的就超过600名。为了避免影响第一线的治安维护，议员嘛关心目前员警染疫的状况，并且要求警察局要做好防疫的措施。染疫的趴数、染疫的数字有吗？现在目前我们有确诊的个案。确诊的有，是给我们数字有多少确诊？目前我们确诊的个案是有这个在居家照护都是轻症的，有4位的。我想这个我们这个估算15%哦，这是我们已经早有估算出来，在我们内部会议我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内外勤主管，所以现在我们的要求就是减低我们的这个外面公共的生活，就是不要到处去参加那种饮宴什么之类了嘛，对不对？甚至于我们去健身房都要节制啊。这一部分是私领域的部分，但是公领域的部分，我们就是要做好分流、分组的一个上班。好，局长，还有每天的清消。除了关心员警的防疫，另外伫第一线警员的执勤准备，包括警车、密录器等，是毋是充足，需要来汰换？对此，警察局长嘛回应。密录器的部分已经完成采购，而警车的部分预计警用机车会新增加164台，而巡逻车有42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